通血管藥食完之後又要再煮啦。呢個係印度古方，蒜頭、檸檬、蘋果醋同埋薑黃、小黃薑或者普通嘅薑都可以。我將蒜頭搣咗個表皮，跟住再用水沖乾淨佢。首先唔好沖住，可能第日先整。搣咗個表皮就知道裡面污唔污糟。用慢磨機搣好啦，你睇下小黃薑、蒜頭、檸檬、蘋果醋，呢個份量比較多。街市買都好貴，我喺淘特嗰度買，用慢磨機。點解咁注重呢個通血管藥？因為個個都會血管有問題。我就算你血管冇塞到，你可能會有靜脈曲張，都係一樣等於血管塞。我飲咗之後，連靜脈曲張都冇埋。有啲人一嚿嚿好肉酸，其實靜脈曲張唔係食西藥，呢個係最好通嘅方法。仲有啲血壓高，我個工人上壓180。下壓係120，幾乎爆咁滯。佢食咗1個禮拜，降翻正常，上壓120，下壓係80幾，整到我唔相信都唔得。因為睇住個工人真係降翻正常，而我自己試過高，亦都可以降翻正常。我個仔都一樣。呢個係最好通血管嘅藥。不過有幾樣嘢一定要小心，一定要用瓦煲。呢度我係磨緊蒜頭，蒜頭係1碗，黃薑汁或者薑汁都係1碗，跟住蘋果醋亦都係1碗，檸檬汁亦都係1碗，4樣嘢係同等份量，1比1比1比1。你炸多啲就可以擺喺雪櫃。今次我失敗咗，話俾大家聽失敗喺邊度。你睇滿咗1碗啦，我首先倒落去，記住4樣嘢全部1比1比1比1嘅份量。醋一定要用蘋果醋。我今次係用一個木殼，有啲網友話上一次整到綠色，其實綠色可能你用咗鐵殼，用鐵殼就會起化學反應，一定要全程係用瓦同埋瓦煲同埋碗，你或者玻璃都可以，千祈唔可以用鐵。呢啲蒜頭渣全部有用，可以擺喺個口罩度，用嚟做去曱甴藥，啲曱甴聞到就唔會過嚟。就係好似咁樣啦，攞個口罩入落去，你塞喺廚房，塞喺雪櫃隔離，曱甴出沒嘅地方。跟住到小黃薑、黃薑汁，啲渣唔好抌，可以用嚟浸腳。買個足浴桶，淘寶有得賣。我呢個慢磨機係好耐之前買嘅，係韓國，當時買記得係1800蚊港紙。而家我見到1688，好似百零蚊都有一部。但係有啲口碑好似唔係好好，最好買貴少少嘅。最緊要係睇佢個口碑，唔好咁易壞。我呢部都壞壞地啦，都唔係成日用。突然間卡住，可能炸得耐就要攞出嚟清啲垃圾。睇下又整多碗倒落去，記住係1比1比1比1。黃薑汁或者薑汁，跟住就係蘋果醋1碗，檸檬汁1碗。同埋蒜頭汁1碗，用瓦煲煲，煲滾佢之後，滾咗之後跟住收細火，揮發到一半，咁就食得啦。攤凍佢，擺喺啲密封玻璃罌度，凍咗之後就擺落雪櫃，攞出嚟食嗰陣就放滾水，再加啲蜜糖，咁就唔會難食。呢個真係100%通血管啊！想唔使一世食血壓藥，真係要試下呢個。做手術通波仔簡直係送錢俾醫生。以前大陸做一個心臟支架要成30幾萬，而家變咗白菜價。但係香港要成20幾萬喺私家度做一個血管支架，成本5個加埋係2000蚊。唔怪得知製造咗星球醫生同埋月球醫生，意思係一個月揾1球，人哋可以。或者1個星期揾1球，絕對唔係講笑。個個揸法拉利喺山頂司徒拔道飛落嚟，半山別墅嗰啲錢喺邊度嚟嘅？唔使去送俾佢，用呢招搞掂。不過我失敗咗。睇下而家小黃薑係橙色、黃色嘅，呢個先係正常。我見到佢咁多渣，自己真係手多多，攞咗個不鏽鋼嘅呢個殼走去滗佢，滗完之後你睇下即刻變顏色。呢袋用嚟泡腳黃薑渣，剩咗個黃薑，你睇下明明係黃色，
俾我用完嗰個之後，起咗化學反應變咗綠色，即刻成兜唔要得，又要再訂個再整個。